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要来讲这个金蕉最近大出，网络顶有未少的影片咧流传，讲有民众载着真侪金蕉去弹掉，或者是金蕉农真压矮，载着一车搁一车的金蕉要去卖，但是1公斤敢若会当卖到5块银，讲利息执政，互农民是血本无归。其实这是无影的代志。屏东县政府讲，即卖上高级的金蕉，产地计价每公斤是8块至12块，啊若次级蕉。政府1公斤是用5块，甲农民总包来提供予畜牧场来做立肥，来做猪饲料，稳定市场的价销。这金蕉拢当要卖，要么1公斤，敢会使卖5块，互网友看了真唔甘。要火车顶的人一直将金蕉弹落车。岸边的金蕉炖到敢若一座山同款。最近网络流传真个影片，讲屏东县政府恶意处理农产品，劣势执政，农友是血本无归，敢真正是安尼？现场的影片是一般农民，我们就在做多元利用的措施的时候，先把它做一个暂时堆放的一个场地。屏东县政府追查真相了，发现讲影片互人移花接木，真相是为了稳定市场的价销，合作社依照惯例买这的初级金蕉。A 级蕉的产地价格大概在8到12元，那次级蕉的话，次级品我们就是一律5元，跟农民收购，然后给就是不用钱送给畜牧场当饲料。那如果太多的话，那就是要当做堆肥使用。这阵啊，金蕉大出，产地生产的压力有够大，买金蕉措施会使避免次级品上市，扰乱市场的价销。想不到这个会议煞互人恶意扭曲，若无帮助，颠倒可能因此伤害到蕉农。